另外，为着要防止中国伫南太平洋的军事影响力愈来愈大，美国和太平洋岛国巴布亚纽几内亚拜一的时是签署新的安全协定，是稳准美军会当进入因的港口和机场。不过，这个协定是引起中国不满。日的是中国是强调唔好用合作做理由来武政治。美国伫太平洋岛国战略部署阁向前一步，国务卿布林肯甲巴布亚纽几内亚国部长达基日签署新安全协定，允准美军进入巴纽机场甲港口，两国的军队也阁会当上对方的船，做伙巡逻海峡。美国当时承诺提供巴纽4500万美金的资金，用来打击组织犯罪等用途。The agreement will also make it easy for PNG and U.S. forces to train together in new ways and in more places, as part of our joint effort to uphold peace and security across the Indo-Pacific. Both sides have agreed that the agreement that we're signing today doesn't offend Papua New Guinea law, doesn't offend USA law, is mutually beneficial. 巴纽是伫澳洲北部，伫印太地区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法新社报道，北京加强甲巴纽的关系，是为了防范中国伫南太平洋扩大军事影响力，采取包抄关岛的战略，互协防台湾变得更加复杂。中国去年甲巴布亚纽几内亚附近的国家所罗门群岛签署秘密安全协议，允准北京伫当地部署军队。针对美国甲巴纽的新协议，中国是个声明无反对，不过卖变地缘政治。我们需要警惕的是以合作之名搞地缘政治博弈，同时我们也认为任何合作都不应当针对第三方。华府是讲协议内容以后会公布，绝对公开透明。巴纽是表示新协议未影响到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在内下部的关系。不过巴纽国内的舆论并无完全支持政府的讲法，部分大学生就批评协议，让美军伫一寡关键的入境点有伤过济自主权。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